歡迎收看2026年4月10日新聞摘要，我係 Sarah。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。德國正準備一個大型嘅敘利亞難民回國計劃，最多可以有80萬難民在未來幾個月內陸續返鄉。德國內政部長喺最近敘利亞外交發展之後宣布咗呢個計劃。聯合國對自願回國框架表示歡迎，但強調必須確保回國人士得到安全同有尊嚴嘅待遇。國際組織會密切監察整個過程，因為好多難民已經喺德國生活咗成年累月。敘利亞衝突令超過1300萬人流離失所，係二戰以來歐洲最大嘅難民危機。呢次計劃嘅回國行動係近年最大規模嘅有組織遣返行動之一。禁止化學武器組織 OPCW 正呼籲加強國際行動，消除敘利亞嘅化學武器計劃。OPCW 總幹事喺海牙特別會議上發表咗新發言，指出敘利亞喺申報同核查程序方面仍然存在漏洞。組織強調，任何使用化學武器嘅行為都係嚴重違反國際法，同對全球安全構成威脅。敘利亞喺2013年同意喺聯合國聯合任務下銷毀化學武器庫存，不過其後嘅調查發現咗過往未申報活動嘅證據。OPCW 正督促所有成員國增加資源，加強該地區嘅監察同合規工作。印度正面對嚴重嘅家用石油氣短缺問題，令家庭能源供應同生活成本受壓。國營燃料分銷商報告，多個州出現重大庫存短缺，尤其影響依賴補貼石油氣罐嘅低收入家庭。政府將短缺歸咎於全球供應鏈中斷同國際能源價格上漲。好多家庭現在要等更長時間先至可以換氣，逼住部分人轉用木柴同牛糞等傳統燃料。反對派批評政府未能喺危機前確保能源供應。分析員警告，如果全球價格持續高企，情況可能喺未來幾個月進一步惡化。4級熱帶氣旋 Mela 正逼近昆士蘭遠北地區，毀滅性風速超過每小時250公里。氣象局已經向 Cairns 到 Townsville 之間嘅沿海社區發出琥珀色警報。Palm Island 居民被告知立即尋求庇護。緊急服務部門高度戒備，預計氣旋今晚深夜登陸，風暴潮可能超過2米。昆士蘭州長呼籲預測路徑內嘅所有居民在天黑前完成防風準備。疏散中心已經喺地區高地向區域居民開放。氣象局警告會有毀滅性陣風、暴雨同危及生命嘅山洪暴發。今次係昆士蘭遠北地區近年最嚴重嘅氣旋威脅之一。昆士蘭 Mareeba 一名原住民男子 Aubrey Donohue 被警員槍殺嘅死因庭已作出裁決。這名46歲男子舊年4月喺一次警方行動中被多處槍傷致死。昆士蘭死因裁判法庭發現，警員喺事件前有溝通同規劃方面嘅問題，但裁決未確定所使用的武力是否合理或必要。Donohue嘅家人對裁決未能得出更有力結論表示失望。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法律服務處表示，案件凸顯咗社會對警務人員使用武力對待原住民澳洲人嘅持續關注。昆士蘭警務處表示會仔細審視裁決。A Raptis and Sons 澳洲最知名嘅蝦類養殖公司之一宣布結束營運，結束超過60年嘅業務。呢間總部位於南澳，喺昆士蘭都有業務嘅公司，聘用咗超過200名員工。Raptis 家族創辦人將公司發展成全國最大嘅養殖蝦供應商之一，為主要超市連鎖店供貨。今次關閉預計會對兩州偏遠地區嘅就業造成重大影響。海鮮業表示，當地蝦類養殖業將受到多年影響。養殖戶面對成本上漲同全球競爭，顧客對失去一個標誌性澳洲食品品牌表示失望。布里斯班 Broncos 新星 Tom Duffy 將喺今晚 Suncorp Stadium 舉行嘅備受矚目嘅第6輪同城打比大戰中亮相，對手係 Cowboys。呢位19歲小將成為 Broncos 歷史上出戰同城宿敵大戰最年輕嘅球員。球會確認 Duffy 因為常規射門員 Ezra CBP 受傷而被快速提升至正選陣容。Broncos 主教練表示 ，Duffy 透過喺預備組嘅出色表現，贏得咗呢個位置。今季嘅同城大戰意義非凡，兩隊目前都喺前8名之內。預計 Suncorp Stadium 將吸引超過5萬名球迷到場，氣氛將會十分熱烈。總理阿爾巴尼斯宣布咗一項喺布里斯班 Ample Lytton 煉油廠嘅重大燃料供應安全協議。
在全球供應中斷期間保障澳洲燃料供應。協議包括價值數億澳元嘅戰略燃料儲備同煉油產能升級。阿爾巴尼斯表示，呢個計劃將保護澳洲免受未來國際供應衝擊，並確保交通、國防同緊急服務嘅燃料供應。此舉正值全球燃料市場因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而持續波動之際。Hamilton 煉油廠係澳洲最古老嘅溫型煉油廠，亦係國家最關鍵能源基礎設施之一。政府表示，該投資將喺施工階段創造數百個技術工作崗位。英國後朋克搖滾樂隊 The Horrors 即將喺呢個星期五4月10號嚟到布里斯班 South Brisbane Princess Theatre 舉行澳洲巡迴演唱會。這支以 Garage 搖滾起家並發展成前衛合成器音效嘅5人樂隊，將會演出最新專輯曲目以及樂迷喜愛嘅經典作品。今次巡迴係樂隊近10年來首次喺澳洲演出，延續咗2024年備受好評專輯發行以來嘅熱潮。The Horrors 以精彩嘅現場視覺效果同沉浸式舞台製作聞名。布里斯班係全國巡迴第3站，之前悉尼同墨爾本已經引發搶購熱潮，門票目前仍有發售。今日嘅新聞報道完畢，而家睇下布里斯本嘅天氣預測有霧，氣溫介乎15至25度。祝大家今日有個愉快嘅開始，聽日見。